各位觀眾朋友喺繼續收睇我哋嘅本周精選之前，麻煩大家撳一下個關注鐘仔，表示下對我嘅支持。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農曆新年就到啦，過年前當然要準備年貨同團年飯食材。我哋每周超市優惠精選已經製作好啦，希望幫大家買得精明，煮得開心。預祝各位馬年新春大吉，身體健康，合家平安，萬事如意，主恩滿盈。跟住落嚟就同大家睇下呢個星期各大亞洲超市有啲咩超值正嘢，值得大家留意一下。
跟住我哋再嚟睇下本地嘅幾間集團超市呢個禮拜有啲乜嘢嘅超筍優惠。如果你覺得我哋嘅內容可以幫到大家，用最短時間計劃好今個星期嘅購物路線同餐單，請大家幫手介紹俾身邊嘅親友，等更多朋友分享到我哋嘅製作。本周影片結束之前，如果觀眾朋友有咩意見，都好歡迎大家留言指教。多謝大家嘅支持，我哋下周再見，拜拜。